嘅嘢，各位。就有一位陳太咧，就問啲專家咯，佢話佢希望喺10年之後有600萬俾佢2個仔去外國留學。一般唔係講開400萬養個仔嘅咩？李麗珊嗰啲好陰功啊，得400萬養個仔，係冇得讀書㗎啲仔 ，OK？ 喺度到中午頂籠玩風帆啦，去啦，係啊。同埋佢哋希望再過多10年可以有1200萬俾佢2公婆退休。冇錯啊，你想退休而家要話千萬富翁，咁佢就問啦，阿陳太就問我，咁佢而家2公婆咧每個月咧做好呢份工可以儲到2萬蚊，咁佢應該點做咧？佢每個月可以儲到2萬蚊，10年之後佢需要600萬俾2個仔，好明顯啊，好簡單。首先賣1個仔俾人，另1個仔都送埋俾人。點解唔2個都賣？因為根本冇人買。點解唔2個都送？送都冇人要。但係你話買1送1 ，OK。過20年佢要1200萬退休喎，咁咪更加簡單啦！你唔好退休咪得咯。係咪？咩有人可以唔退休嘅？好容易嘅啫！你揾日喺退休之前，2公婆翻屋企燒嘢食，唔買嘢食。呢個係任何一個嘅投資專家都教你唔到㗎。阿陳太，你要使咁多錢，你有冇考慮過死咗佢啊？我哋投資界咧有4個字可以幫你解決任何嘅財務困難嘅，家破人亡。你應唔應該做好呢份工？你係唔應該，因為做好呢份工你都係唔夠錢使，又唔夠錢湊大個仔，一退咗休，日日係咁搣，你情願快啲使。一句講晒，做好呢份工，到老一場空。咁你應該做係乜嘢？你應該做嘅係做好2份工。OK， 喺資本主義社會，甚至而家共產主義社會，大家都有共識。第2份工係乜嘢？我唔理你咩年紀嚇，一夠18歲你就要識㗎啦，就係投資。OK， 而家我知道好多人都做緊投資，但係其實你哋嗰啲唔係真正嘅投資，你哋做緊嗰啲係投井，係咪？不過唔緊要啦，都搭到上井面啦，而家啲人係咁樣搭下冇乜所謂啦。我今日係教大家真正嘅投資，各位。股神巴菲特話俾我哋聽，你有冇聽過世界第8大奇蹟啊？第7大都冇聽過。OK， 股神巴菲特話，世界第8大奇蹟就係利搭利、複利。The power of compounding。你識得呢樣嘢，每一個人都可以發達。發達唔係一樣乜嘢咁神秘、咁離奇嘅事。根據股神巴菲特講，各位，你只需要由今年開始做都得㗎啦嚇。每年攞少少錢出嚟 ，OK， 或者儲少少錢要嚟投資。每年賺一啲，唔使賺好多。唔使賺幾20% 嗰啲，賺一啲夠噶啦。下一年又連本帶利攞去滾落去，再做一次，又攞啲新錢投資少少，再下一年又係咁樣滾落去，利搭利、複利、利搭利，唔使30年，你一定唔使做，到得50年跌咗錢，你唔會執，咁啊唔得，咁即係掉垃圾 OK， 靚仔，俾1嚿水你，幫我執翻張50蚊。人人都可以發達，只要你有50年。個問題就係，在座有幾多人仲可以擺多50年？喂，我哋在座有好多年輕人啊！我唔係黑心，問題而家好多年輕人嘅諗法係40歲好鬼老噶啦，40歲又安樂死啊！即係我呢啲係好唔安樂啊！係咪？
利達利30年你唔使做噶啦，咁樣即係表示乜嘢啊？各位，咁即係表示我哋教育制度係幾咁失敗。點解你唔喺我幼稚園嘅時候同我講？你幼稚園教我利達利，大部分人而家都唔使做啦，係咪？你幼稚園學咗乜嘢啊？我唔知你哋，我淨係記得我幼稚園就係學咗。我是一個大蘋果，又香又甜又好吃。呢個咩嚟啊？蟲蟲咯，蘋果裏面條蟲蟲咯。我讀幼稚園嘅時候，我就係相信我係一隻蘋果，所以我成個幼稚園我都着好多衫，我驚我啲肉突出嚟係會生鏽啊。OK， 你幼稚園你唔教我，小學你可以教我咯。小學你學咗乜鬼嘢？我乜都唔記得，我淨係記得我小學學咗用3支筆嚟到罰抄。我真係認為我係應該攞諾貝爾獎嘅。我要用1個鐘頭抄10000句，我不應該用2支筆罰抄。OK， 小學唔講，中學可以講話。中學你可以教我發達嘅 formula， 我哋有教數係咪？發達嘅 formula 就係 cosine square theta 加 sin square theta。呢啲乜鬼 theta 係乜嘢嘢嚟嘅？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哋係乜嘢嘢嚟嘅，係咪黑社會暗語啫？靚仔，邊度啊 ？cosine theta 16度。油尖旺我最憤怒 ，cosine cosine 揾食靠馬西瓜刀。當然我哋知道各位揾食唔係靠馬西瓜刀，但係你諗清楚，揾食都唔係靠讀書啦，揾食係應該靠乜嘢？唔讀書，而將啲學費攞去利達利。你試想下，當你係幼稚園嘅時候，唔讀幼稚園，攞啲學費去搭到落小學，小學都唔鬼讀，攞埋啲學費繼續搭。哦，狼啲搭埋上中學，狼啲搭埋上大學。咁你啱啱大學畢業，我就啱啱退休啦。哎呀，咁叻仔啊！大學畢業啊！咁咪要揾嘢做咯，我請你啊！我都冇讀過書，講笑啫，各位。因為利達利背後係牽涉一個好複雜、好困難嘅問題，就係話你需要有一筆錢係真係擺喺度幾十年都唔喐嘅。你有冇一筆係30年唔用嘅錢咧？有冇？我有3毫紙。多毫都冇 ，OK？ 喂，你明唔明白？我哋一般人就算你有，你唔會覺得你有㗎，因為我哋一般人對錢銀嘅概念係，如果我有10萬蚊，我唔覺得我係有10萬個大銀咁噶嘛，我係覺得我係有10個 BB 咁噶嘛，係咪？我好有感情㗎嘛。如果你係問我借錢，借1萬蚊，你要借我個 BB？下個月還翻俾你，你黐線嘅！我借個 BB 俾你玩1個月，我點知你嗌佢見咩人啊？去咩地方咁危險？我 BB，我 BB 我唔見佢1日都唔得。你叫我擺埋佢30年，由得佢自生自滅，我唔得咯。我 BB 係啊，我係唔係同我 BB 一齊瞓嘅？我 BB 係瞓喺匯豐啊。咁但係我每日臨瞓之前，我都落去撳機睇下我 BB 啊 ，BB。係咪好白痴呢？所以呢個教訓就係話，各位，我哋唔可以自己投資，因為我哋係白痴嚟噶嘛。我哋係要買基金，18歲都要學噶啦。基金就係人哋幫你投資 ，OK？ 而當你去買基金嘅時候，人哋都會提醒你，你真係一個白痴。你諗下，你每一次買基金，佢第一樣嘢就係同你講，先生，投資係有風險嘅，
佢唔當你白痴，點會咁同你講嘢啊？個交通督導員都唔會咁同你講啊，先生，馬路有車啊！